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下面咱来读这个台文通讯网报，要读第312、第36页哦。所以，拄则一寡代志延误一个顶打去安尼，所以来一出啦。试完来啊！拢参考，这是我俾，可能是讲我的网络问题款，全拢无讲介顺序安尼，还是伊主要甲我限制使用权安尼，无确定。其他的来我来看，介是啥物？对骹后翘甲转落去，精神就甲别人当做精神就对啊。好来。我所在听最近拢唱起来，身躯惊伊无实力，一半拢是安尼。明白，你睇连续几落个拢是安尼啦吼，伊惊搁大跳，还是要归去甲即个37啊？来，你有对着？安尼互你读，好，互你读。对。顶下骹手真美切，甲尸体顶面的手表啊批个做一个拢甲白走。因安尼笑嗨嗨，袂输是掠着山猪仔，也是山猪共款。要走的时，翻头甲边仔看到一个人，骑马入去，不准收拾，就安尼。请坐咧，就转去机场啊。过来是毋是？正手边。叶手木。对，叶手木。对，叶手木。叶手木是小儿科的名医，过1000个袂使。迄阵伊拄对日本转来屏东无偌久。那当选参议员，搁做甲副议长咧。本来要按算讲要踮韩志市遐开业，都还袂开业咧。即天，伊互人押来台湾银行头前的三角公遮断事。疫情的火碰甲满时，若草仔埔。当上，连水沟仔嘛碰甲全火，满世界拢是火，亲像红叶一片一片落伫土骹，秋天的风一个吹来，就安尼飞去半空中，飘来飘去，乱的。你说他？看你啊，伊这篇是不离啊长啊哩，这回啊，这个。那不离啊长我就跟他讲，本来是乌云密布的天，一缕天的目睭就安尼熊熊爬金，日头光是天顶落落来的大水墙，温啊流过遐的时时，亲像一双温暖的手。咧烧金笋的头毛共款，伊咧毋甘因死目黄圆溪的中直硬去，伊咧疼惜因去互人侮辱，去互人吞踏，要坚持的最后一口气，伊咧疼痛因互人拍断去的鼻骨、喙齿、下頦、鼻仔肌骨、前头仔目。指甲拢互人挽落去的指甲绒，几若空的刀伤、枪伤，抑佫有互人拍甲破去的烂泡，火就安尼对伊的目睭
咧，一直流拢流袂止，亲像一条细条仔囝的红丝线共款。红点点的火就安尼一直流，一直流，流过暗淡无元气的大街，流过惊兄，就是马桶，着错着晓，流过惊兄着错的小巷，流过即块要死冻害的土地，流到城隍爷庙的门口埕，全流入去庙内。小圆圈遐的火喷甲满世界，若涂骹拢是火，红毛涂空的栏杆，树仔尾顶嘛拢总是火。上特别的，遐个火拢袂焦，是遐尼青笑，袂输是做人大开的红火，规甲像火遐尼红，遐尼炎野。毋过，雄风落规暝的风台雨，做一个拢拍落去。遐个火叶，互风吹去半空中，热嘞、闪嘞，就安尼飞起来，亲像一拍的电火，伫乌暗的天顶安尼红拍，热死，金死。真足一个看，因的火拢成做一只红甲会出汁的尾叶伫天顶飞。读袂落去。好，感谢。咱先小停一下啦吼。咱会用塔树嘛，伊伫即搭只选用一拍顿号一拍，正做一只顿号一只，所以即种表现法啦，甲直接甲伊塔做伙，是毋是应该爱有无共的读念法？因为我咧怀疑，我咧摇，陈荣林教授伊应该有伊的手路。若准讲，咱甲一拍一拍的灯火，一只的灯火，因为伊有顿号嘛，所以我就咧想讲，中文的符号有啥物意义？我无意见，迄是因的代志。毋过台语文目前我所看到的啊，尤其是即种已经出版的，已经刊出来。因别个杂志我嘛毋知，至少我所知的台湾通讯网报，因一定是上少2个人看过。所以上少2个人看过的意思就是讲，这个符号绝对拢是有意义的。也毋过目前啊，我就讲，尤其即2年啊，我咧听到咱线顶的朋友，有的人就无咧管符号的啦，就一直读念落去，读到无开的时阵，才停一个较久，喘一口气。毋过伊停的所在煞是逗号，毋是句号。所以伫即搭只，我就讲，咱的台语塔词，就是有迄种或者啥，一定会变调嘛，对无？青笑，你袂读青笑啊，因为是4字写做伙嘛，中啊完全无其他的符号甲伊隔开嘛。目前即种塔词，我所读到、所看到文本，大概嘛无清华教授讲迄种变调变解，竟然讲第即搭只。清气，竟然我都清气。第一个清气是头前后壁的尾溜，然后伫遮产生一个变调变解，后壁一个清气是算是后一拍的开头。我想应该是无可能有即种物件的，因为伊写念做伙嘛。毋过即马陈荣廷所写是3尾啊，即个尾2段，迄绝是莫算吼，会尾4、5蛇迄搭遐嘛，亲像一拍的电火，伊是顿号嘛，所以因的火。拢成做一只红的，成做一只红甲出汁的尾叶仔伫天顶飞，我是感觉有即种情差啦。当然，或者是这是我的误解，我毋知影。
好，伊即大只伊所写，尤其顶一段迄个，真正就是遐个粗残的代志，拢是中国国民党遐个或者国民政府兵来到台湾所做的代志。拍去用讲烂去，迄个就是啥？吴必雄因阿伯晓，吴鸿基甲吴什么岁嘛？两兄弟啊，两双生兄弟啊嘛。这就是规个下书拢去用烂去，也是安怎就对啊？因拢足粗残的就对啊。所以，前几工啊吧，我就搁可能至少第二届、第三届搁看迄个台湾碧汉嘛。228迄个时阵所发生的代志，啊，当然伫台湾碧合的即个戏出内底，伊可能也是敢若定一寡甲戏出直接较有牵连的，伊后壁要讲的白色恐怖，啊，甲火烧岛遐个代志，所以可要讲伫家己伫岛遐所发生的代志，伫迄个台湾碧合内底，无一定有去交代着。啊，毋过伫即摆即篇文章即个小说内底，就不了侪是，你看天线穿过手无三下，迄就是家人遐个代志。所以，自1947年2月28以后，一直到3月、4月，甚至到5月，伫南头、南尾有足侪所在拢发生即种真残忍的代志。所以一直到当因遐中国国民党佫无对因过去所做的遮个代志，有去承认甲一个毋对，完全无。所以我就讲，可能是迄种中国人袂使承认错误啦。伊若承认错误，因可能因迄规个家族，甚至伊甲因生即个共生人，拢会叫人满门抄斩嘛。所以绝对袂使承认错误啊。迄啥？什物死什物片嘛，要整甲啥？对无？要甲整甲活就对啊。所以因迄种人是无法度，互人会使好好啊来讨论，也是要来做代志的嘛。这是真侥幸的、真侥幸佮真夭寿的代志。啊，个人会去活伊，有可能就是一种西瓜挖大饼，或者是去用拍甲，还是行甲破胆，只好活过迄种状况，这我毋知影。好，小说还未完，咱继续读落去。安尼看，我甲即页38页读完，啊，志源你若有对着，互你，还是志源你有对着，先互你读好无？好，来，叫恁先讲，嘿，歹势。你头拄啊头一个提出来迄个问题吼，就是头拄咧读迄个38页的时阵啊，伊讲亲像一拍，伊个顿号吼，伊遮伊毋是写一拍。对。就是我毋知，我袂记得我头拄安怎读啊吼。不过我你咧讲的时阵吼，我搁来看一遍，我感觉伊是咧强调每一个，吼，拢是一拍独立论嘛。对，伊是较，伊若一拍，迄就敢若较安怎？足侪拍念做一伙安尼，嘿啊。对。而且伊是每一个是来点个足清楚的，有迄种的提醒，迄种的提示，我感觉是安尼。所以伊遮运动就是一拍一定火，啊，伊后壁迄个一只，伊会做伊个火拢成做一只啥物火咧？一只红甲会出汁的尾牙伫天顶飞。对。我的理解是安尼，伊是要，强调，伊是要强调讲，即只尾牙伊变做是啥物款的情节安尼。所以我感觉我袂记得我头是安怎读吼，但是你头拄安尼提出来讨论了，我感觉伊遮一手啊，伊是要强调即个每一个，伊毋是要强调讲啊，就即对代志，还是即件，即个事件安尼。我的理解是安尼，所以甲你做一个回应。好，感谢玉林。好，安尼志源互你接续落去读。是规日啊啦，一日到暗时，规日啊回倒转去因兜，伫网大外看到因的幼囝，还佫有烦恼咱拢困袂去的少年某。自伊发生代志了，伊
因是安尼四界走动，洋衫托是手持大力，任何值钱的物件，拢做救命药安尼，一直摕去送人。敢若望风晒，当平安倒转来，平安倒转来无？到尾啊，一寡亲戚朋友拢惊去互伊牵连着，日头请爷随人过死命，哦，拢就安尼转落去，看着因母仔囝袂输是见着迄个泰戈病，遐着人。是咧啥？也着人坐，就是一种嘛，一种是泰戈病，一种是着人坐安尼。哦。迄个也是偶的啦，这也是偶的意思，对。袂输是见着迄个泰戈病，也着人坐会话人安尼。哦，袂输是见着迄个泰戈病，也着人坐会话人安尼，大家照甲爬咧，咱老因母囝伫。当咧读31期300啊，即个小说我看应该是咧讲，可能就是恐怖是228事件的事件吧。遮爷仔就安尼骹拢软去，规身躯做一个拢晕落去，为着故乡，为着咱的庄头来牺牲，死我嘛笑笑。虽然互人安怎糟蹋侮辱吞踏，我嘛硬起紧教，无要紧。最后我嘛要用食奶仔力拼命喊一声，到是无辜的。到底真正发生啥物代志？因根本拢毋知，为虾米就互人摆脱，互人折磨？我一个人为正人牺牲，大家哪会拢点，拢无甲一个人来相杀，安尼无大。啥人来当真讲阮某遐少年就来酒馆？啥人要斗拍算，斗看顾阮囝？以后安尼红红幼幼，日后要我靠啥人呢？雄，伊就安尼哭出声，一直嗆，愈哭愈大声，嚎甲安尼死来活去，嚎甲有够凄惨的凄惨。哭，伊只是哭，放声哭，拼命哭，下死命哭。好来，由你换你。伊满腹的愤火、愤慨、怨叹、不准、委屈、心酸，只有纯洁的目屎，才有法度甲拼命，互清气。伊的心肝亲像倒伫挂，长一载白输去，互人念转去共款。哭甲安尼，世人随伊，哭甲最后规个目角拢肿出血。伊流出来的目屎，毋是像清水遐尼透明，对伊粉红的目眶沉落涂的，一滴，拢总是血，亲像毛仔雨安尼滴落，拢总是鬼爷的目屎啦。上因某来的鬼爷拢飞伫空中，搁再一遍，互人看到因无完的青春，抑搁有因未完成的美梦。遐尼水，遐尼自在，因水甲互人的心，因水甲互人会心痛的形影，搁再安怎，就拢袂互人放袂记。毋过鬼爷的春天是遐尼啊短，季节一过，就拢消失去啊。经过迄个三角公园有菜酒介绍的东上，
尼学仙，规身拢总黑扫扫、黑麻麻。若是黑的，若面是黑的，鞋仔黑的，衫裤嘛黑的。上啊，因老母春兰拢甲叫黑人。人若问伊讲，恁住倒啊？阮住伫三角公园的黑人的附近遐。春兰的话真古锥，上啊，阮来学话，学互厝内的人听。冤枉是笑甲歪腰去，笑一个伤痛、伤欢喜去，煞袂记得喙皮伤开，迄喙齿险险仔去互跋家老去。哎哟，较紧的喙紧合起来，哦，好佳哉，险仔就漏开，目球顺顺切切的。一搭久啊，伊应静落来，才讲，应该是吧？这是咩啦 ？HMH 是就是喙合起来嘛。啊，因为头前后壁拢是 H 嘛，所以就是喙合起来了，对鼻仔出去出转。这外国人绝对读无，这我都读 HMH 是怎念嘛？对啊。所以伊是 N 变迄落啊，相互有无啊？对无？若出去外口吼，都毋好通毋好黑白讲。若出去外口吼，都毋好黑白讲哦。爱知影哦，囡仔人有耳无喙，有尻川袂放开，上啊水甲接落去。你吼另外扑克啦，是大人要保护厝内的事势，拢是讲囡仔人有耳无喙，搁自迄日起，上啊若行过三角公园遐，拢一直咧斟酌迄个当上的尻川。伊在想讲，迄身黑人敢毋着一了百倍？有一暝上啊，面着迄公园的黑人放一个足大的屁，迄个屁愈膨愈大，大甲规个公园拢去互砍掉咧，连当上树啊、路顶。拢就安尼无看见，啊！那安尼，放甲规个市街拢去互乌云掩咧，咧街仔路行线的人影，甲自动车嘛拢无看见啊！望烟散雾内面，敢若听着有人咧叨念，当时啊是圆圈顶的黑人。咧讲甲大细声，镜头啊话讲，1年准备，2年反攻，3年扫荡，5年成功。人民的话，反共抗俄，杀猪拔毛，摧毁各地军略，铲除匪帮卖国，消灭万恶共匪，拯救大陆同胞。对啊，搁画什么？汉贼不两立，庄敬自强，处变不惊。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所有互迄款恐怖咒语回着的人，拢像空心的安尼，对咧直画黑白修，毋知家己是咧画啥，嘛毋知影讲为虾米啥物。有啥物啥物煮面，就有法度统？为啥物啥物煮面就有法度统一中国？规日安尼出大声喊的，人嘛足爽的，好啊。感谢，伊就是去模拟你讲的迄个音嘛，伊
因为台语人听无迄个讲啥嘛，就找一个外音的嘛，爱就改母语原音转去，所以写 SAH 第八条的时阵，是毋是变调变第四条？沙沙沙沙嘛，沙沙沙沙，对无？伊写是沙嘛，对无？写是沙嘛，啊，毋过后壁倒一对无？所以变沙嘛。第八条尾你有起来嘛？啊，所以咱变调沙沙沙沙。变沙咪啊，变沙嘛，对无？变沙咪啊你。我读了，我自己加加读了，我知影伊咧讲啥字啊。因为我就看着，对，就是咧讲迄啊。嘿啊，我咪想，我想雄雄咧走出一个咩啥物。啊，伊这是上大的诈骗集团啊！这是上大的诈骗集团啊！100万人，100-200万的诈骗集团啊！完全无甲台湾人看在眼内啊！一年准备2年反攻，3年扫动，5年要成功嘛！迄个完全无甲台湾人看在眼内啊！当作真生啊！才会做这种代志，讲这种话嘛！来，志勇啊，你头一段，这段袂对的。北京学校的学生囡仔拢徛伫医馆头前，敢若是咧庆祝啥物活动，用一仙乌人开喙啦，大声咧唱歌，为反攻大陆去，打倒五桥反攻杀猪。你先学人袂晓讲台语啦。这是乡音和爱读中国话。你先学人，因拢袂晓讲台语。伊敢若讲铁工话尔哩啊。为反攻大陆去，打倒恶寇反共产，杀猪拔毛杀汉奸，收复大陆解救同胞，一直唱甲总统讲公，你是人类的救星，你是世界的伟人。总统讲公，你是自由的灯塔，你是民主的长城。杀人魔的杀人魔。好，歹势你继续。一款旋律艺术，无因传闹咧，所有人煞对咧一直唱，拢唱袂当煞。小朋友院长认为讲，你在中国的声音对神经的定着有帮赞，就安尼违法者拢总放出来，大家拢上街头像夜公安尼黑白化、黑白亮、黑白酸、黑白臭，讲安尼就是咧唱歌啦。迄款声就安尼真做，当李亚峰一直加对天顶去。老啊型的乌烟愈胖愈高，愈大阵，煞变做飞团乌白白的风台文。感谢个。好，感谢。今仔淡水嘛是加一个李亚峰吼，来读这段了，后壁2段底玉玲才帮咱读完。乌人自安尼对圆圈顶行落来，伊嘛要上街头啦。伊带队为中正路、福建路、厦门街、广东路、上海路、杭州路、苏州街、重庆路、胜利路，一直驶到北平路。讲安尼就是反攻大陆啦。顺南北二路纵贯线一直行，有够细无共形体的乌人，有的是骑马，有的提册，有的线帽啊，有的举拐啊，有的举宝剑。对沿路的学校、图书馆、公园、机场、火车头、县政府内面，一个一个走出来。几若万个乌人秘书阿兵哥咧，拢排规咧第一游行，继续北到另外一个城市。同款嘛是为中正路、福建路、厦门街、广东路、重庆路一直行，驶到北平路。讲安尼就是反攻大陆啦。因驶到倒位，规个风台湖嘛对咧走，对咧一直砍去，你对你砍去。乌云愈往愈看，最后台湾拢总互打掉咧，砍甲安尼目睭睭，乌坎坎，落结结，亲像世界末日安尼，啥物光线拢无法度通过。即个岛屿就安尼放入去乌糟糟的漩涡内面，大家拢总完全失去记忆。连家己亲身经验过的代志，嘛拢袂记得啦。来，有另外咧，读后边2段。乌人带领的全岛大游行，闹热非常，因
伊永远就笑眯眯，徛马的姿势永远就遐尼水，面头前规片拢总乌乌暗暗，众人敢若听着海的声，众人敢若听着海的声尔，因共款继续行，拢无咧甲心人。驱逐恶寇，消灭诸毛，反共必胜，革命必成。因若喊口号，若撩落去北海岸，啥物拢有惊，雄雄一个小狗影拍过来，所有的队伍拢自安尼消失去啊，四边拢总点点啊，真安静。乌天暗地，乌天暗地。慢慢拍浮光，台湾人嘛咬目睭黑黑，用手揉揉咧，家己煞起撩起讲，哪有啊？敢真正有影有即落代志？真诶？嘿，我毋知哦。你是咧讲慢啊？有影一个出现，连迄款早就袂记哩呢。怪人竟然嘛变做完全透明，即个时阵才知影，真正天光啊，拢已经日头晒尻川啊。这是几页啊？第5回啦吼。这陈良林教授嘛，真正是真搞笑呢。毋知台顶的朋友头安你有啥物想法看法？这当然是，就是甲一寡片段斗起来嘛，啊，然后用伊的组织甲伊组合起来，吼啊，当然有一寡词，我会感觉，安怎讲？迄个时代背景是毋是有真差？可比讲38页顶悬第二40页倒手面顶悬第2纸，伊讲连街仔路行煞的人影，甲自动车嘛拢无看见。因为自动车即个概念，我会记是日本时代才会安尼讲啊。啊，伊即马咧讲的即个代志，你甲看嘛，就是因遐中国国民党走来，然后做遐唯有三座的夭寿台。啊，当然迄个时阵。我要讲的是讲，即种名词是日本时代留落来嘛？安尼会继续讲即个名词的人是啥物人？啊，当然，佫有一个讲法就是讲，咱即马当然讲轿车嘛，还是自家用嘛，还是讲啥物自用车嘛，类似即种的。爱自动车，我就讲即个自动车敢是日本时代嘛？啊，搁来另外一个对比的名词，就是幼稚园甲幼儿园嘛。啊，这物件当然有一个讲法是讲法律有规定无规定嘛。啊，搁另外一组就是啥？医生甲医师嘛，吼，车路甲马路嘛。即种有诶是咱日常生活就咧讲诶，啊有诶是有相对应诶法律规定。啊，有法律规定，有诶人会讲，就照法律规定嘛。也毋过，一方面就是毋是所有的即个名词，也是啥物对应的吼，幼稚园甲幼儿园即个物件，有当中就是蒋权者伊毋知想要创啥，怎啊说出来嘛。啊，所以对我咧读即篇，我就对我来讲，迄个自动车敢有一个时代上的时代背景啦。啊，我就知敢若有点，敢若淡薄迄个啥。人讲看电影是看着啥物名词啊？一个情景的时阵，含迄个电影的时代无对同的时阵，就怎出戏吼？敢是安尼讲，规个醒起来是安那？我毋知。我毋知咱台顶嘅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陈良林教授，你讲。你想要回应你讲即个自动车吼，自动车可能无着，可能伊即个意思，即个讲法是时代。啊，毋过吼。我这顶世纪的人吼，我会记着看年代，还佫有安尼讲法呢。就看
1960年代个安尼讲，所以有可能6070，因为当然日本人到现在是当然嘛是安尼讲啦，对无？就是日本人伊所用的汉字和咱所用的汉字有，尤其交通工具这个部分不了侪是有真差的。咱咧讲火车，伊是讲，因敢讲啥？电车哟。反正就是有足侪车，因的用的名词对咱台湾人看到的时阵，你绝对袂使用台湾人对迄个汉字词的理解去看日本人所使用的汉字词啊。所以变成讲这是安怎讲无共所在啊。当然，1945年以后离开，日本人所留落遐个名词也袂全随无去啦。就讲对啊，玉玲所讲，就讲1960年代甚至70年代，原来还有咧用自动车，要过自动车这个名词，日本人即马嘛是搁安尼用。啊，对咱来讲，我就讲嘛，可能咱叫做自家用轿车，还是啥物自用车嘛，类似安尼。啊，所以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我拄仔提起的迄个骨头组，是毋是原来真做台语是，还阁算有咧活，还是阁活条的，还是讲真活条的一个证明。就敢若摆四个这个名词，咱台湾头尾嘛有足侪种讲法的艺术共款嘛。啊，这是进前迄个啥，敢若报名老师还是啥在咧讲幼稚园甲幼稚园这个代志安尼啊。吼，啊着过来国民学校甲国小安尼啊，国校甲国小这个真差啊。所以变成讲，照迄个语境来讲，有当阵啊会感觉，着伊一个伊讲啊，讲一个算笑话，就讲，你若是读幼稚园的，安尼即马拢已经几岁啊？吼，就讲伊的意思讲，幼稚园甲幼儿园，迄是产生的时代无共款，会去讲到幼稚园的时阵拢几岁啊？啊，若准讲即个讲法有成立，安尼去讲到国校甲国小，安尼毋是搁差搁较侪，因为1968年的款吧，1968年就是开始啥物实施9年的义务教育，所以1968年进前是国民学校甲初中，啊实施9年的义务教育时阵，就是变做国小、国中，啊高中、高级中学当然就是爱考，啊毋过前几年是毋是开始变成啥物？对1968年的义务教育到前几年，啥物9年一贯，啊甚至佫有啥物即马有啥物12年国教育，所以讲因为教育政策的推展还是进展，全地区遮的国级学校的名称有所增差。当然高中大学大概较无啥物增差啦，要毋过就是国中以下就有增差嘛。迄若准讲伊有读过初中的。迄就对我讲的嘛，有读过初中是1968年才有初中通好读啊，以后就免哪有初中通好读。只是在口语上，可能一寡顶世纪出世的咱，还是阮吼，听时代安尼讲的时阵，当对你讲，啊，真正佫讲入去，你有读初中？哦，无啦，阮想读初中啦，啊，我是读高中安尼，类似安尼。啊，所以即种有当阵啊，对咱来讲，当然。一瞬间，你的口语的表达无甲伊分甲足清楚的，无要紧。毋过我感觉你读到内底一定要足清楚的。就敢若目前为止，不哩啊侪人无甲迄个啥物中文、中语、华文、华语、普通话、国语，还是啥物免得哩迄，甲伊分得清楚。啊，你分袂清楚的时阵，我就讲你读到内底毋知得着啥嘛。当然有一寡人要淡仔咧啥都袂讲的是，讲啥物？啊，听得懂就好了，分那么清楚干嘛？我感觉迄是咧互读甲袂清楚的一个现象啦，我是安尼想啦。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我你讲一个吼，我这顶地记的人这记好吼，佮你分享一个代志，就是好啦，我自首一下。
车啦。自动车我印象内底吼，我读小学的时阵咧吼，所以我记得就甲你讲，就顶设计啦。我嘛顶设计出事啊，头顶设计出事诶。头一条学会晓的广告歌，就是迄卖厝的歌，迄阵咱我伫迄收音机台就有听到的，我到即摆会晓唱哦。伊就是头一句就是自动车，我你看迄个范畴个一个，伊就是安怎唱？自动车驶会行，日头照花影。日头照花影。安那一楼徛安尔，一楼互阮兄，啊，毋是25000买一瓶，银柳摕来订，对，歹势，吼，就顶这个人就一个原谅出来，就是自动车驶会行，日头照花影，安那25000买一瓶，银柳摕来订，一楼徛安尔，二楼互阮兄，阮厝踮在北岳新台还是新台花园城，我还记即条歌呢。我要讲就是讲迄个自动车，迄时阵的广告地厝的广告的歌嘛是用自动车呢。迄阵的自动车，迄阵的汽车无遐尼普遍的时阵啊，不过嘛是有安尼呢。所以我伊个印拢是差不多1960、70年代，嘿，80年进去。超过6070、80年迄个之间咯，迄卖厝的广告还佫安尼哦。嘿，所以我印象我记得我报着头一条广告歌就是即条卖厝，除了了有经以外就是即条。所以甲你分享一下，阮自动车运动有是一份时代，嘛毋是讲有可能是顶设计的人会惯习讲的，啊，但是我是讲人商业上会摕来安尼，佫有继续咧用，即个语言佫有继续咧用。我要讲的是安尼。OK。嘿，啊，佫就是你讲的幼稚园共款啦，嘿啊，所以就是这嘛是另外佫一个世界啦。啊，像即摆的9年一贯，对无？9年一贯，即摆以早的6年，对无？初一，即摆就7年8年。9年啊，你有做9年1贯，我拢读，我较介读9年1贯。我毋对啦，9年1贯，啊，毋是人即摆拢经咧讲做9年1贯，对啊，9年1贯。嘿啊，毋是拢安尼经咧安尼讲9年1贯，当然因为爱是讲9年1贯，嘿，啊9年1贯。嘿啊，大家拢讲啊，迄9年1贯，迄教改了9年1贯，嘿啊，你就是9年1贯，是啊，感谢，嘿啊，以上甲你分享啦，感谢。感谢叫恁甲咱分享，哦，这个反正陈良年教授，我感觉伊嘛是真老写啊，反正就是我袂记是啥物系台文系馆吧，反正是师大啦吼，当然迄是前几年啊，敢若2023年的台湾文学奖有得一个赏的款，今年旧年敢若嘛佫有得一个赏，迄阵是新线文，我迄阵看新月球啊，敢若是写的线文，然后旧年敢是写小说，我怎样袂记迄篇是啥物货，伊篇敢是用罗马字做标头，就讲迄篇小说的名称，当然咱若咧读台文的人知影讲，迄对照汉字是啥？哦，嫁归啦，我想着嫁归，就讲嫁归即个词，当然咱也晓讲台语的人，台语有够老的人，知影讲迄嫁归是啥物意思。要毋过伊就无爱用汉字，伊敢若是要创造一种叫做啥相丁性向，因为嫁归有一个敢若是可讲家归迄个归嘛，啊，所以伊就是用即个方式去塑造迄种相丁性，也是不一性，就是讲即种两种的迄个啥想法看法嘛。啊，即摆转来即个小说《鬼爷》第5回，伊咧讲到即个内容，讲迄敢若天顶的爷啊，然后遐个代志，敢若冲出来是啥？啊，这嘛是算经体嘛，对无？到目前为止，咱至少我认为，知捌即个历史的人也无够多，所以就讲着杀人魔着足侪人规个举起安尼。啊，若我以我角度来讲，
上好是举起来去学4阵都好。以即个时代来讲，我都量早下课，人是幸福的啦。啊，上好毋好去学4，去学半4就好啊。他会使互伊遐尼好食困着安尼。好，啊，毋知咱台顶的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有一个嘛是我，请讲，来，讲你讲，无问题。无问题。大母是初中读初中的，啊，伊讲会敢是初中上几届是安怎，还是讲差2届？啊，就是讲反正伊甲人讲话时阵，伊就会讲啊，你是倒位啊？伊讲伊若讲读高中的，读国中的啥？你说你叫人讲我偌济岁呢？啊，若讲读初中的读到共下呢？对，用即种去推算就对啊。因为我是前一阵仔，迄个像咧算。就是应该是1968年啦，就是讲，按我看，可能是1950几年出世的人是头一届，因为1968嘛，啊你要读，就是迄个国中，就是至少12岁嘛，所以你若68 12岁，就是1956嘛，对无？对啊，可能是1956年，对吧？1956年出世的人，伊就是读国中嘛。啊，若1955年的人，伊去读的时阵，若要读就是初中嘛。而且1955年出世的人，可能就是爱用考试的方式才有通个读嘛。啊，迄个时代，凡世超过一半根本就无咧读册，有通个读小学袂歹啊。啊，毋过一直到拄则讲1956年出世的时阵，毋是小学头仔，佫读国中哦，就昏倒啊，就无想要读。所以有个人讲，对国家来讲，迄个人的才调是国家的资产嘛。啊，伊读册无路，可能是爱用另外的方法，互伊去学习嘛。啊，即大部分的咱就是讲。爱去学校受教育是为着要捌字知道理嘛。啊，毋过对所有的人来讲，你要知道理，无需要一定爱受教育啊。因为有人讲实在，伊就是硬要去啥，家己去冲，家己去弄，啊弄较头壳大空细利，伊才会得到教示嘛。有人是要用即种方式嘛。所以，即个社会是多元的啊，本正每一个人。就是有伊适当的方式嘛，所以伊我就讲到现主是2026年的台湾，迄大学毕业无啥物了不起的，凊彩嘛有大学通我读，重点是你到底想要创啥，你介意做啥，迄才是重点嘛。啊，只是即摆社会，搁含顶世纪搁完全无共款啦。对，讲到顶世纪，你100岁啊？顶世纪出世的。即摆我咧摇，咱是咪咱大家较现主是听到的，拢是顶世纪出世的，我毋知影，我袂讲歹势。尤其大家朋友毋知甲你无小心惊吓着，我毋知影。我真确定，咱大家应该是拢顶世纪出世，还是记我嘛无确定啦，歹势。1999年，哎呀，只要是1999年进前出世的，拢嘛是顶世纪出世的啊，甚至2000年基本上算顶世纪啊。毋知咱大家嘅朋友有啥物？想法看吼，我想要讲一个事啦，398夜，伊讲吼，你吼另外扑吉啦，迄个扑吉当然我嘛是学台语了才学着的，啊用即个词另外扑吉，即个另外真正是足久无听着无看过安尼用的啊，即个另外毋是 another， 即个另外是。算足台语开的一个讲法，我毋知玉玲还是可妮敢知影？另外溜手，另外软整，另外安怎呢？迄等于是当作啥？非常许，还是啥物货安尼？我怎形容？特别哦，特别对，特别对，特别嘛是。我这顶设计来甲你回应啦。我这篇文章读了吼，伊当然内容相较
咱咧讲伊用的技术吼，因为我毋知伊倒位人，但是我真正有一点仔怀疑伊嘛是中部的人。为虾米呢？因为伊有用了一寡技术，是真正嘛甲我共款同设计的。好啦，先不管啦，我要讲就是讲伊有一点仔，伊用的技术吼，甲我的迄款的生活经验真有袂少真小我的所在。咱讲靠水类，即个卖去讲。另外最主要就是咧讲，我拄仔本来嘛要分享即个物件，就是讲你人另外 pocket， pocket 即摆足侪人毋知影啥物意思，毋过吼，就是我足细汉我就听人讲，我即个就安尼 pocket 啊安尼，听嘛毋知影啥物意思，但是对应伊的人差不多人咧讲即个人安尼 pocket， 就知影大概即个人就是差不多啥物型的，对一类的人安尼。伊讲另外 pocket， 你就是另外搞怪。什么是 pocket 的？什么是 pocket？ 我怎么是听无 ？pocket 哦，就是有一点较粗的意思吗？有一点特立独行啊。伊但是伊就是属于但是伊嘛毋是讲另外负面的，毋是讲负面嘛，无一定咧讲负面，伊就有一点我的理解是安尼啦 ，pocket 伊就是即个人咱 pocket 啦，就是咱有一点你嘛会使讲伊趣味哦，是毋是？当讲伊趣味，是讲伊讲话就会定外较甲人无共啦，但是无一定是歹意的啦，但是伊会用一寡较严苛的，对，较严苛的迄款的气口来，我的理解是安尼，我听着我看着，人讲即个人咱就讲 pocket 啦安尼。就知伊讲话就当时就较严苛啦，伊就较安尼，较有伊个性啊，伊较直接讲安尼，就讲哎哟你我都无怪哦，我分享我经验是啥，就是无怪我看着安尼，配小弟头皮啊，因为伊要讲我，伊要讲伊捌阮哥哥啦。伊咧讲我伊捌阮哥哥啦，我看来就讲人就来讲你着啥物人来小妹啊？讲无怪因为我甲阮另外一个哥哥真就小可有像人讲啦吼，所以我咧记一个例安尼，所以讲，但是即个人伊就是伊若无啥物另外歹意啦嘛，无是讲有啥物负面，但是伊着安尼较调皮，那是袂讲会拢较调皮，所以会感觉讲会较严。讲话较严苛啦，安尼我会理解是安尼，所以伊做一寡代志咧，感觉伊安尼加减会加一寡误言的，我会感觉安尼，我理解是安尼啦。恁若其他无共款的想法，就叫做请恁补充。所以小丽介绍，我第一个听着。继续。所以我对即个 pocket 即个词的了解是安尼。搁有伊后壁讲到什么？后壁即页，伊有讲着安那乌坎坎有无？乌坎坎。40页的正手名是罗夹夹呢，罗夹夹。乌坎坎，罗夹夹。对，其实这对我来讲是，因为我的语言环境内底是有即个物件，你看迄水安尼落夹夹安尼，就有即个物件，讲迄啥物乌坎坎安尼，有人遐讲坎坎乌啦，好神坎坎乌安尼，是讲你看迄对狗遐安尼乌坎坎安尼，有即个，所以我感觉伊有一寡语词其实是有迄款的，是毋是？我甲伊共世代安尼，是有一点但是我要讲就是讲，伊这技术其实是真正生活中是有用着，毋是讲另外讲地方性，还是讲我毋知是毋是地方性啦。但是我安尼甲看，我真正有一点怀疑伊是毋是嘛是中部的人啊？所以这是我甲大家分享以上。好，感谢个恁甲咱分享。这个现真我就是讲我最近就听着人伫迄个瑞电台里头咧讲渭水，讲超过渭水安怎，有人就调侃讲我有听过，我就甲问讲你
敢是起来啦？因为我感觉讲，可能我5岁进前点起来，听到5岁以后点起来，就点台北。就是我就是想讲这个较正。嘿啊，未遂，对啊。较正，对，可能较正，较正。Anyway， 所以讲我较无遐物啊，就对伊人来讲吼，逐项嘛未遂。你讲人，你讲你看袂见的未遂吼 ，OK， 你这样做臭耳的未遂吼，你这样做垃圾的未遂，逐项嘛未遂，你知道意思？真的哦。伊用的范围真正伊用做看，OK。所以我毋知讲逐项嘛，你一工吼，你咧听咧4、5届、5、6届、10几届听，就听会着，因为用的范围足宽就对啊。你可能甲恁台北人的用法拢无啥共。有可能。我提出来讲，他咧讲地域性，我咧想这样代志，歹势你。无问题，就是讲未遂这个事，我听到也是讲，会使想起来语境，就是大人咧想起来是安怎，就讲莫大遐咧未遂，安尼，莫大遐未遂，吼，可能甚至我毋知倒一句话较强烈，就讲定地兼未遂，定地就是，对，定地兼未遂，定地淡仔拍落也是安怎，可要讲用落去交地。嘿啊，就讲定地就是造成骹路无够，空间歹做代志，也是安怎淡仔定地嘛，吼。啊，未遂可能，反正就是讲莫大咧未遂，吼，莫大遐未遂，也是定地兼未遂。对我来讲，就是敢若一个无路用的物件，放伫咧有主权。而且是主要做代志的人造成伊的困扰的时阵，伊可能就讲一句话出来。啊，当时拢完全无共款嘛，可比讲囡仔敢若出耍啊，啊，搁大人当咧无闲啊，啊，规个火气要举起来时阵，大人可能就拼出一句话出来，啊，搁准讲你听无迄句话是啥物意思？你听着迄个精髓。你嘛知影讲紧闪嘛？你讲毋闪，你可能迄大人手嘛摕啥物物件，就规个会烧过来，还是准讲无物件，伸手若会到，可能手就走落去啊。所以其实对，像咱这批内底迄个乌人，迄仙乌人，看嘛，昨晚毋是四个拢讲，哎呦，定地个位置，对啊，就是，嘿啊，请去安尼啊，所以，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你啊。意见，差不多是安尼。对啊，所以就讲，对咱来讲，咱的台语是伫生活中学得袂少的。啊，不幸的是，今仔日进前差不多无啥伫咧课本、册本、文本顶悬学着，大部分可能，尤其顶世纪出世的咱，可能拢是透过生活当中即种声音去学着台语即个语言的。要毋过你就是遐文字留落来嘛。啊，咱学着的中文拢是按课本顶悬学来的啊，尤其顶世纪出世的咱，迄中文拢嘛是伫咧课本顶悬学的啊。你透有啥物机会伫日常生活当中听？有啦，听着就是足简单、足基本的迄种日常的对话嘛，那顺水讲的嘛，食袂要倒安尼啊，对无？啊，到现主时，就讲，今仔有看到一个叫做啥？2岁的囡仔，因的是大人是咧甲伊讲台语的。2岁的囡仔，迄边的阿嬷就真好伊讲，你几岁啊？迄大人就甲囡仔讲，你甲阿嬷讲你2岁啊？啊，即个比例坦白讲，现主是足少啦，对无？700万至900万户，找到有几个啊？即种2岁以下的囡仔，伊的厝里人是咧甲伊讲台语的，毋知有1%无？恐惊是无啦。要毋过我是感觉，真正心肝艰苦，头壳袂使歹去啦。总是迄个啥，敢袂使当作是崩坑内底所看到迄个光啊。我毋知影，希望是啦。就讲迄个2岁囡仔，吼，佫真好讲哦，无是就讲，因为我就讲嘛，2岁以下的，就是讲，当来到即个世界无偌久嘛，所以对即个世界佫不了好奇好贤，伊就透过伊的人脉，透过伊所听到、所会晓的表达法来表达嘛。啊，厝里人爸爸妈妈可能佫包括阿嬷嘛甲伊讲嘛，所以我就讲。啊，当然。对囡仔来讲，准讲是2岁，
听起来看起来可能是华语台语有人参咧讲啦，敢若是安尼啦。啊，这一个不幸的代志就是6岁进入学校了，大概6岁进前拢讲台语的，这个囡仔犯罪进入学校了，读到一半以后就转消失去啊啦。这是目前咱讲的台语拄到的困境啦。所以进前有一个什么人，应该是当日贤嘛吼，就讲要请一个囡仔是爱规庄头的人做伙请啦，真正是做伙请啦。啊，目前台湾要找到一个所在、一个社区，或者是一个团体，有法度24点钟连续24点钟拢是用台语的。目前可能我的眼界还未拍开，我无看到。啊，是真期待应该爱有这种所在、团体，甚至社区。啊，当然这个物件无可能用强迫的啦，尤其若准讲是开店做生意的，你头有可能讲，阮这间店敢若讲台语的尔，无可能的嘛。但毋过准讲有规定出来，或者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想法，无讲出来，嘛是有人会来挑战啊，啊，来挑战的时阵，这可能就变成讲，咱伫即个当中，要用什么态度去面对这种挑工要来乱的，挑工要来，安怎讲？乱，还是有什么其他讲法？我毋知。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是，请讲，请讲。点对点头，有看到一边，有人去伫分享中，伊去了台人，啊，买米糕，啊，迄人买讲有啥物米糕安怎去，啊，迄个厝店主就讲，阮遮讲台语哦，吼，啊，伊就讲买米糕安尼，啊，我叫伊怎么意思是讲，其实这是会使坚持的代志，这是会使坚持的代志。啊，你过来叫我做啊，我开店的人，啊，你过来叫我做，我就有这个先例，无你厉害厉害先啦。所以这种代志我讲讲，其实是做会到的，继续。好，感谢三弟，今日考验歹势，反正就是我会感觉，尤其即摆社会就是你去做你做会到嘛，因为每一项的专业角度，甚至立场、想法拢无相款，啊，这种是杨思棒哦，一个伫中部一个医生嘛吼，伊敢若是1978年出世哦，我袂记，伊嘛算真厉害、真拍拼、真有迄个才调就对啊。啊，总是每项伫伊位置做伊会使做、会当做，啊，就尽量做吧。我是安尼想。好，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可能今日先读一篇啦，因为即期是佫剩后壁几个啊，反正是安尼好啊，因后壁佫2篇。今日唱一篇杨思棒，你是要讲啥？我刚无听你讲啥。伊就讲，伊讲的是讲，每一个人伫伊个位置发挥伊会当发挥的，就伊的才调。当然，对，门是讲啊，量力而为啦。但毋过目前为止，就是有当阵啊，伫社会上，就是拄一寡人吼，毋知啥物原因，就是伊看到你有咧做。啊，毋过伊就认为你做无够，来要求你就对啊。对。还讲你骗啥物要来要求我毋知影，就是有个人就是足莫名其妙，就是可能应该准备好结尾啦。就讲，至少我的感觉是，迄是我的问题尔，就是讲，还未学着要安怎去共报，啊，拢敢看到人做无着、做无够的所在。吼，啊！一直淡仔咧讲啥物恨铁不成钢，当然你嘛好啊，你是甲人啥物关系？你淡仔咧恨铁不成钢，你是咧钓狗啊！好啊，所以就是讲，一般应该是，好，请讲，嘿，请讲。我像一个杨思棒，你若有兴趣，伊的演讲讲到袂歹，伊讲到伊这个少年仔是真有想法的，少年家，伊敢若捌伫个迄个啥物演讲，我捌听过，有一个迄个
无恁有兴趣可以去查，因为伊讲到迄个台中迄个工业园科啦，伊个迄个哦，你若有兴趣，你会再去查，你着关于班去查工业园科甲粮食发展，你会当看到伊个演讲，迄个10几分钟伊个演讲就上了。10几分钟，哦，10几分钟哦。10几分钟是 TED 哦，因为有就是有人去，可能是甲伊整理啊，是安怎吧？就讲因迄个 TED 的演讲一般就是18分钟，啊分做开头3分钟，然后中啊2个6分钟，最后再搁一个3分钟做结尾啊呢。啊，当然每一个人的迄个啥，方向、功力、材料拢无相款。这个18分钟毋是一个死决的物件，毋是伊就是一个大约啊尔，因为伤长听袂落去，嘿，TED嘛吼，TED。我感觉伊讲伊迄篇演讲，你去听看卖，因为我有听过2、3届。有伊迄个即个伊像你讲的真有想法，所以我对伊不了印象。对。嘿，你会使，因为我是对伊印象是用去片TED一篇，伊咧讲，伊咧对真平凡咧讲工业园科，无咱台中咧食冰淇淋迄期。对。你知迄个高级个变做观光。伫咧买 ice cream， 伫咧卖 ice cream 无啊？系啊。对，嘿，因为兴趣引起。系啊，伊迄啥？迄是看卖迄篇。立川东路啊，西路面一啦，反正咧立川边啊嘛。对，伫车头附近。系啊，200公尺，几百公尺。你会感觉迄款的迄 ice cream 啊，1箍安尼3粒200几箍，搁起食，搁在排队哦，你会感觉特别好食，欢迎来台中，闹小肚我才请你。安尼，因为时间的关系，吼，咱咧读的即个3、1期的台湾通讯网报，吼，暂时先读到遮。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读念，嘛感谢大家来去的朋友啦，听我咧顶管网读网分享网教的。好，安尼今日读到遮咯，感谢，谢谢，拜拜，再会。再会，谢谢各位，再会。